般神学生都会有一次，就是上部落里面去学圣灵论。在5天4夜里面，我们去探访很多的教会。那我跟牧师其实2个真的是上帝恩待我们。我们在3年的时间，我们去了部落2次。所以说我跟牧师常讲说，因为我们同学里面也有非常多的比例，大概有1/4是原住民在学校里面班上读书，所以我们里面其实有原住民的那个成分在里面所以今天真的很开心你们过来，我们都有一个家，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家，就是上帝的家。感谢神，在我们忙不住的时候，他都会引领我们。最近大家在看台湾很多的电视新闻，其实我们会非常的担心害怕，尤其在都市里面，从捷运的事件、捷运杀人的事件，甚至在马路上面随随便便你就可以把一个过马路的一个小女生的头砍下来，甚至最近常常看到在车子里面自杀了，真是把自己的亲人。你把它塞在家里面的。最近上个礼拜，最让我们不可思议的，竟然是自己的孩子把自己的妈妈的头砍下来，然后丢下来一个社区里面的一个终点。到底我们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台湾会变成这样？自古以来，台湾最引以为豪就是我们有一个良善、很单纯。我们说我们台湾人是最单纯的。我们跟全世界讲说，我们台湾是跟牛一样，有牛的精神，然后我们又很单纯。可是让我感觉到，现在台湾，尤其在都市里面，每一个人的内心都躁虑不安。很多人都就说那个孩子他是有病的。那我们往前再推一下，他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子？那整个国家，整个我们国家，整个我们社会，我们都不关心，杀人、猥亵，而且在台湾。最引以为傲的就是有95%的一般的民间宗教，常常我们去传福音的人，他们都会说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宗教都劝人为善。如果真的能够说劝人为善，那是很好。可是呢，当95%那么多的庙寺，那么多的民间宗教，可是对台湾目前造成这样的情况，他竟然是没办法。当很多人乐意妄为的时候，没有人在想到他死后会上天堂或者上地狱。从这边当中，我看到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我们基督徒在台湾这块土地，我们有责任。在理性上面，这边很多应该都是基督徒。还没有受洗的人，请举手一下。还没受洗，也不少好，在理性上面，基督徒，你在意天堂跟地狱吗？不是传道是要讲这么严肃的问题。不管我们在不在意，不管我们的态度如何，它依然都存在。如果我们今天讲，现在审判已经到的时候，你觉得你现在走的这条路是对的还是错的？如果走错了，你愿不愿意给你自己、给你身边的人再一次的机会？我们教会现在今年按着新眼光的读经进度在跑现在读到启示录。启示录是一卷，每一个人都非常好奇的，因为他里面写的东西，其实如果你专心看，搞不好很多都拍成电影，国外电影，大家都非常好奇的一卷书，也是一卷非常难懂的书。按照新眼光的进度，我们启示录已经读到8章到9章的时候，我们反而会看到一个世界末日的一个景象。这个世界末日景象在电影里面都拍过。当7位天使，其中4位的天使陆续吹号角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个天使吹号角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约翰，他只看那个景象，他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他看到那个景象，看到一个很像冰雹跟火，火里面有血，掉到地上，地上跟树有1/3都被烧掉了。第二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火，好像一个大山，一个山被火弄着了，掉到海里面去。海跟海里面的船只有1/3也都被烧掉了。第3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有个大的星星掉到河里面去，以至于让河变苦了。喝到河里面的水的人就会死掉。
当第4位天使在吹号角的时候，会更恐怖，就是我们看到日月星辰有1/3被打坏掉了，你就看到一颗星星、一个月亮，有1/3不见了。前面4号所吹出来的是一个万物，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恐怖的一个景象。在吹第5、第6号之前，中间，如果大家有看，中间有停顿了一阵子，有一只老鹰，它在空中里面警告大家，它大声喊着：“惨了，惨了，惨了！”这是最新的现代中文译本翻译的，又很呢，惨了，惨了！有很更重要的事情要发生。当第5号天使在吹号的时候，有蝗虫出现，蝗虫跟战马一样。他有一个男人的脸，女生很长的一个头发，他的牙齿跟狮子一样，他的尾巴跟蝎子一样，他会去专咬，你只要额头上面没有印记，也就是说你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专咬，他不会把你咬死，他会让你生不如死5个月。当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使者，那个使者他的头跟马长得像马，可是头又是狮子，它里面会从嘴巴会喷出火跟火焰出来，还有硫磺出来。它的尾巴跟那个蛇一样，在伤害千千万万的人类。这个时候，这个景象，约翰看得非常的害怕，有1/3的人类被他烧死了。约翰在担心，如果继续这样下去，那剩下2/3的人类，也就是你跟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启示录10章8到11节，是在约翰他看到最后一位天使，也就是第7位天使要吹号角，最后的时候，他给那2/3的人一个最后的一个机会，也就是我们。当拯救的奥秘显现的时候，我们选择是要接受，还是要拒绝它？这经文的奥秘就是天使手中的小书卷。当约翰照天使吩咐将小指甲吞入嘴巴里面之后，他觉得好甘甜哦，但是肚子却发苦。这下是甜的又是苦的。这小书卷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这小书卷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真理。上帝的真理跟光一样，带来救恩，带来公义。它是一些贫穷的人、弱势、心灵哀伤的人，他们的一个盼望。基督的话让人感觉上如蜜一样的甘甜，滋入我们的人心。但是上帝的话对于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甚至不敬虔的那些基督徒，他们平常所依靠的是地上肉体上面的需要，他们肚子里面存的都是什么？金钱、地位、权势，这些是属于魔鬼的东西。当耶稣基督的上帝的真理临到他们的时候，对他们来讲反倒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因为上帝的真理如剑，会把他们的魂体剖开，看得一清二楚。这个情形就让福音书里面有记载一个少年的财主。耶稣非常喜欢这个少年的财主。如果我们大家看到福音书里面记载，我觉得耶稣就是最喜欢他其中之一。耶稣好喜欢这个少年的财主，耶稣看到他，想疼他，想欣赏他，就跟他说：“你去卖掉你所有的一切，给贫穷的人，积财摆在天上，来跟随我。”耶稣真的是很邀请，大概邀请他来跟随他。但是耶稣的话让这个少年的财主他变了脸色。耶稣真理的光照到这个优秀青年的财主，他的肚子就发苦了，他的面容忧愁。为什么？圣经上说他的产业非常的多，他的产业把他的心绑住了，以至于让耶稣的真光没办法进入到他的心里面。换另一个角度来看，不愿意追求上帝真理的人，远离真理的人，犯罪的起初他的内心是感觉到非常的甘甜，但是后果却是苦的。但对于努力追求上帝真理的人，他一直在吸收上帝的话语，在生活当中努力的实践出来。虽然过程当中他有牺牲，有一些限制，甚至付出的时间、财富，
甚至3步时又遇到许多生命中的关卡。礼拜五我们建成有一个小家那当中我们里面有个姐妹分享了她生病病痛的经历，在当中，基督徒不是就不会生病，而且生的病更大。但是我们在当中会看到上帝的恩典与慈爱。我们可能在情感上面，我们可能在工作上面，我们可能在学业上面，常常让我们发苦。但是最后一定会因为上帝救恩的应许带来甘甜的果实。各位弟兄姐妹，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来到教会，你是从小到教会，还是亲朋好友介绍你过来，还是像传道当初是走投无路来到教会，不管在座是你相信上帝，或者是你还在观望的，今天我们也可以一起在这个时间点坐在这边听上帝的话，答案就只有一个，就是上帝的恩典跟怜悯要临到我们。纵然已经到最后审判的关键，上帝还是希望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听到福音。上帝还是不愿意看见剩下2/3有任何一个人沉沦。所以上帝他不是等我们做了什么，他是先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拯救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对我们在座每一个人来讲，起初应该都是甘甜的。等一下传道会讲我自己的见证，这也是约翰写给以弗所教会提醒他们，不可以离开起初的爱心，因为最起初的爱心是最甘甜的。上个礼拜华礼拜之后，有人问牧师，他总算了解奉献背后的意义。各位弟兄姐妹，当上帝的真理不在教会被宣扬的时候，或是大家知道上帝的真理是怎么样的时候，但是我们无力去做的时候，坦白说，教会真正运作成为教会的那个关键没有被行出来，教会就会让人分不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晓得你们屋内教会是真教会还是假教会？真教会培养你们你们都愿意出来服侍，代表是这个教会对你们影响很大，不管他人多人少。因为成为教会最关键的一个记号就是上帝的话语。在现今世俗化的社会里面，不一定每个教会都很欢迎，不一定每个人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喜欢听上帝的话，因为听到就要行道，听就要做，这是会让人很苦的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学习事情不可以一知半解，学习事情就是要整套把它学起来，而不是东学一点西学一点，东拼西错。就好像你去加盟一个饮料店，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们家族有弄了一个饮料店的一个品牌。有一天我就问他，在星光三月旁边不是有一家你的饮料店，那个生意非常好，怎么突然倒掉了？他说不是倒掉了，他们的加盟金就要300多万，而且他们随便让人家加盟。他说他虽然生意很好，但是他没有按照他的 SOP 的程序在做，他们跟他解除合约。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也有属于教会规定的 SOP。我们的 SOP 比世界任何一家公司，甚至台积电，我们都还严谨。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期盼来到教会学习到纯正的一个信仰，而不是2手的信仰，甚至3手的信仰。我小时候我是拜拜的传到16年前才信主。小时候在拜拜的时候，我们都是阿嬷带我们拜拜，奶奶带我们拜拜。我就问奶奶，我们到底拜的是什么神？我手就比那个神奶奶马上用她的手打我的手，不可以用手比神明然后不要再问那么多了如今我在回想，阿嬷搞不好自己也不是很清楚，她到底在拜什么。很多拜拜人都知道，后来传道跟牧师，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都在拜拜。老实说，我们是拿香跟大家拜，反正有拜有保佑，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台词，有拜有保佑。以弗所书4章11到12节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
有牧者和教师为要装备圣徒做侍奉的工作，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需要有纯正真理的福音，每一个人都要了解教会真正规矩 SOP 的责任跟权利。特别是传道人，当传道人领受上帝的呼召，传讲上帝的话语，就如同这跟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约翰他被圣灵感动，当将小书卷施光的时候，他深深经历上帝的话语带来公义，带来盼望，是可以让人欢喜如蜜一样的甘甜。但上帝的话也带来另外一面，上帝的话也带来无限，他会指责。我们不可以选择性只想听想要听的，我们要知道指责的话的背后的意义是好还是坏。很少父母亲骂小孩是不好的，都是为了他好才会骂他。上帝也是一样，上帝说：“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指责的背后是代表是耶稣牺牲十字架的爱。有些人听了传道人指责的信息，他虽然听到当下内心非常的苦，但是他愿意悔改，悔改的动作会让他经历到由苦变甜。但有一些人听了指责的信息之后，他内心越变越刚硬，无动于衷，我就是不要怎么样。那个让传讲话语的牧者，他的内心真的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其实，在信仰旅程当中，苦跟甜不断的交织着。上帝透过苦跟甜，让我们亲身经历上帝的恩典与慈爱。有一些弟兄姐妹点头，我是觉得是上帝经过苦跟甜，让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慈爱，让我们渐渐有耶稣牺牲的一个样式。当传道在写这篇讲道篇的时候，我也再一次来回想我起初的经历，跟如今我所经历的甜跟甘。16年前，当工作遭遇到重大失败，我身心经历很大的一个折腾的苦。感谢上帝拣选我到上帝的家，上帝的救赎是那么的甘甜。可是当我来到教会里面之后，我开始下定决心，要开始照教会的规定跟 SOP 来做的时候，不管是11奉献、团契的委身服事、读经、祷告等等，这过程当中，让我们都经历了一场一场的战役。这个操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可是当你越往前跨越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习惯，你会习惯这属天的一个操练。而这属天的操练是真正教会，属于真教会的操练，不是只有吃喝玩乐。我们以11奉献来说好了，11奉献对基督的教会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可是当你明白你一生当中，从你出生到大，你每一场的战役，你的感情、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学业，甚至你到年老、你的健康，都是由主耶稣在为你征战。赏赐的也是他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能够11奉献，竟然是上帝同在恩典的记号，如同战役中你得到的奖赏，1/10是给基督徒的奖赏。感谢主，我跟牧师，我们从起初的那一天，我们执守到现在。我觉得那个是个奖赏，那个奖赏让我们经历非常非常多的恩典与慈爱。各位弟兄姐妹，传道不知道目前是什么东西阻挡我们学习教会纯正真理的规矩跟 SOP。教会不是俱乐部，教会不是让你来玩的一个地方。就好像约翰一书2章16节所说的，是这世界上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是今生的骄傲阻挡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吗？信仰的生命需要不断的往前跨越。当我们会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骄傲阻挡的时候，代表我们在某一个时间点，我们对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信心不够。我们教会有很多可爱的姐妹，她们就是眼睛视障看不到，每个礼拜天她们都来。我们都
坐在后面郑瑶的妈妈阿环姐，她每次都会去带他们。那个视障的姐妹，她要非常的相信带领她的人，她就完全交给她，你怎么带我就怎么走。他们从来不会三心两意。昨天基要真理班的时候，因为很多事情的因素，只有他们4个弟兄姐妹来上课，这4个眼睛看不到。传道刚讲问了他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问题，我说你们眼睛看不到，因为这堂课昨天刚好没有其他的人在，你会不会怨恨？会不会抱怨？会不会埋怨？为什么你眼睛看不到？他们异口同声都说没有。其中有一个说，如果今天我眼睛看得到的话，我会跟我家其他的姐妹一样，我会爱世上。他们现在都很惨。他说我好好，我从小就阿嬷疼我，然后呢爸爸疼我，好多人疼我。后来我结婚，我先生也疼我。现在我跟我儿子媳妇住在，他们也疼我，我什么都不用做。感谢赞美主。另外有一个男的弟兄，他就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有人问耶稣说：“这个相爱的人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是他们家上辈子或什么做了什么坏事吗？不是。他说，上帝让他眼瞎是为了要荣耀上帝。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断的跨越，我们不要被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阻挡我们。我们要愿意主耶稣的信心，我们要够。当我们不过的是以至于我们的信仰，我们来教会一阵子了。10年、20年、30年，甚至50年、60年，我们的信心总是停留在这边。我们的信心只能停留在这边，我们没办法去跨越更高的一个地方。只有当我们愿意将我们的主权，也就将我们的生命交给神的时候，我们要对主说，这个是一个宣告。我们就是相信你，你叫我往东，我就往东；你叫我离开，我就离开；你叫我放下，我就放下。当我们有这样愿意赴死的一个决心的时候，才有可能脱离世上一些罪恶的一个辖制，才有可能一同经历上帝话语所带来的恩典的甘甜。我们一同站立来唱这首歌，我们向上帝唱一首爱的歌来回报他。爱的人。我是赐给我今生。
当中有弟兄姐妹，他的生命目前非常的痛苦，主愿你的真光来照耀他，你亲自来安慰他，擦去他的眼泪，你让他知道他是你宝贝的孩子。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到永远。